中國香港田徑總會積極擴闊馬拉松慈善計劃嘅受惠機構光譜，為本地慈善機構提供渣打香港馬拉松名額籌款機會。馬拉松慈善計劃涵蓋3大服務範疇嘅慈善機構，包括兒童及青年、多元共融、復康及護理。多年嚟成功籌得過千萬嘅善款，讓社會各界更多有需要嘅人士得以受惠。青年全球網絡 YGN 係一間成立咗12年嘅非牟利慈善機構。渣打香港馬拉松慈善計劃成功為青年全球網絡 YGN 籌到好多善款，支持我哋嘅青少年服務，當中包括透過 STEM、咖啡、籃球培訓、有師同行引路，幫助青少年肯定自我價值，激發潛能，對未來得着盼望。香港防癌會係本港歷史最悠久嘅非牟利抗癌機構，60多年嚟咧都係致力推動防癌、抗癌同埋治癌嘅工作。我哋要再一次咧係多謝呢個渣打香港馬拉松嘅慈善計劃。防癌會咧已經係參加咗呢個計劃咧係16年㗎啦。而我哋籌得嘅款項咧，都係用以提供各項免費嘅服務同埋慈善嘅項目，例如咧係藥物資助計劃啦，為癌症嘅病人購買自費嘅藥物，而且計劃時至今日咧，已經係惠及咗8000多名嘅癌症患者，幫助佢哋咧係延續生命。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因應聯合國國際露宿者年成立，關懷露宿者同埋居住環境惡劣嘅無家者。協會喺38年嚟致力滿足佢哋嘅基本生活需要，重建健康人生觀同埋家庭關係，並促進社會接納，同時同教會合作，讓無家者有機會認識基督信仰。渣打香港馬拉松慈善計劃嘅善款，令協會得以開展同擴大實質支援，提升社會大眾對無家者嘅理解同關懷，讓無家者重拾尊嚴同希望。跑動慈善，愛心無界，田總同行，跑出希望。